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晚安。晚安。晚安。我们一起起立，找2个人跟他说：“今天看见你真好。”今天看见你真好。我们要一起来到神的面前，要来敬拜他，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阿们。阿们。有人看见我们你我之间的喜乐，就知道神在我们的当中行了大事。阿们吗？阿们。阿们。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耶和华为我们行了大事。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铺张云彩当遮盖，夜间是火光照。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在干旱之处使水流成河。我们要欢呼，说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命令狂风止息，那波浪就平静。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张开双手，我们就得抱住。我们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他必带领选民欢呼向前，他将列国的地赐给我们，他必带领选民欢呼向前，他将列国的地赐给我们。我们要欢呼，一起要欢呼，说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依靠神，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依靠神，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依靠神，阿们吗？阿们。我们把掌声归给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因为依靠他，就要施展他的大能在我们身上。各位弟兄姐妹，请坐。愿我们的祷告炉香陈列在神的面前，献上那馨香美好的祭。一祷告播下救恩的种子，一泪水浇灌心灵的深处。神的灵使软弱的心变得刚强，我的信心建立在耶稣的磐石上。祷告的力量，世界可以证明，改变的大能在耶稣基督里。献上馨香之祭，直达到你宝座前，因你心事，你必垂听每个呼求。
以祷告播下救恩的种子，以泪水浇灌心灵的深处。神的灵使软弱的心变得刚强，我的信心建立在耶稣这磐石上。祷告的力量，时间可以证明，改变的大能在耶稣基督里。献上馨香之祭，直达到你宝座前，因你心事，你必垂听每个呼求。大家大声唱，祷告的力量，时间可以证明，改变的大能在耶稣基督里。献上馨香之祭，直达到你宝座前，因你心事，你必垂听每个呼求。因你心事，因你心事，你必垂听每个呼求。因你心事，你必垂听每个呼求。主，用我们的祷告来到你的面前，愿你垂听，愿你悦纳我们每一个敬拜，每一个祷告。谢谢你，你是我们的阿爸父，你的应许是丰盛的。主啊，你的应许是丰盛的。谢谢你在我们的身上做成那美好的大事。我们要将自己的全人全心都献上在主你的面前。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神的国度从亘古到永远，阿们吗？他掌权到万代，不能震动，阿们吗？阿们。我们要去宣告。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你的宝座从太初立定，亘古就有。你以为言为义，以能力束腰，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主啊，你荣耀国度在我们的中间，你的旨意满有智慧，必要成就。你应许不改变，应许永不落空，掌权到万代，不能震动。我敬拜尊崇你，生命将荣耀归你，你永远长存，权柄永存无极。为你是真神，是活神，是再来君王。哦，主，你的国度从亘古到永远。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你的宝座从太初立定，亘古就有。你以为言为义，以能力束腰，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主啊，你荣耀国度在我们的中间，你的智慧满有智慧，必要成就。你心事不改变，应许永不落空，掌权到万代，不能震动。我们举手来敬拜。我敬拜尊崇你，生命将荣耀归你，你永远长存，权柄永存无极。
是真神，是活神，是再来君王。哦，主你的国度从亘古到永远。主，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你是信实跟慈爱，也是公义的神。你是使无变有，你也是使我们在缺乏当中得到供应的神。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每一次我们来到你面前，要见证神你的荣耀的时候，再一次帮助我们更认识我们自己的软弱，认识你的全能。那我们知道我们在缺乏当中，我们凭信心来相信你是供应的，你是带领我们走在义路的神。每一次我们经历你的丰富恩典的时候，帮助我们能够向人诉说神你奇妙的作为。见证就是要见证神你的荣耀，不是见证我们多么伟大，是见证我们在不可能当中，神你却让这些可能的事情发生，让我们真的以神的意念作为我们的意念，不叫我们的意念高过神你的意念。也透过你这的话语，再一次提醒我们教会设立的目的，教会设立的使命是什么？求主圣灵来光照我们，引导我们进入到你的同在。谢谢主垂听我们同心合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要透过今天这一段很熟的经文哦，我们要一起来看在马太福音28章，我们从16到20节，我们一起来读来。11个门徒到了加利利，到那耶稣吩咐他们去的那座山上。他们一见到耶稣，就都向他下拜。可是还有人心里疑惑。耶稣走近他们，对他们说：“上帝已经把天上和人间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国万民都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并且教导他们遵守我所给你们的一切命令。记住，我要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日。教会是什么？我们再来想说，教会是啥？教会是谁跟你旁边说，你就是教会啊。教会不是指这个建筑物，再思想一遍哦。教会，我们常常在如果在过去的过去哦，教会就会中华路49号那个，常常我们会陷入到那种建筑物啊。教会是一群奉主名聚集的弟兄姐妹，如果没有奉主聚集，奉主的名聚集，那个就是什么？跟你旁边说俱乐部，或是一些的团体。但是当我们奉主耶稣的圣名一同聚集敬拜的时候，并且要受洗在他的里面，我们就是教会。所以这段经文是耶稣给教会、给他的门徒很重要的使命。有谁去过这个地方没有？大使命山有没有？举手一下。那对我去的心都有去啦，你知道吗？在那个看下去叫提比利亚海耶稣在那边，然后我们看到耶稣复活的时候，刚才的经文有看到什么？还有人疑惑我的活跳跳在你的头前，他们还疑惑，他们还停留在耶稣死了，但是耶稣复活了，
个互因看，因嘛讲不能眼见为凭了。所以刚才的经文说，个有人安怎怀疑，这是真的也假安尼哦。所以有时候我们信主之后，你还在怀疑，到底耶稣是不是真的？是不是真的像他所讲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我的身上，都在我的手中？所以我们要明白，当你在祷告，如果你怀疑，那你就没有办法去经历那掌管万有的神，掌管万有的主，他会控制这些的灵界，掌管这些的灵界。所以刚才讲的说，天上地下表示什么？任何一个空间都是在他的掌管当中。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相信耶稣的权柄。所以当我们看到耶稣说，这些的门徒来到他的面前，然后给他们权柄，然后叫他们出去，对不对？叫他们出去，然后你们奉我的名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要安怎捆绑；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那你敢吗？你敢这样祷告吗？回答我一下嘛，你敢吗？耶稣说这样你可以这样做啊，你有信心吗？如果你有信心，你可以奉主的名，可能在为人祷告的时候，他觉得心里有一些的难处，或者是病痛，你就试着奉耶稣的名命令捆绑这些，你觉得他身上有哪一些不好，奉耶稣的名来命令捆绑离开。你觉得他需要什么？耶稣，我奉你名来祝福。他需要安慰吗？他需要医治吗？他需要什么？你就可以奉主的名来祝福。所以你要了解说，耶稣已经将这个权柄赐给谁？牧师吗？是给每一个信靠他的人哦。所以注意啊，每一个信靠他的人为什么我不敢使用？我们不敢做这样的一个祷告，是怕没面子吗？怕没有事情发生吗？所以常常在你觉得没有信心的时候，当然就没有事情发生。但是如果你相信说天上地上权柄都在耶稣的手中，那他已经将这权柄交给我们，那你就大胆的祷告，成不成就那是谁的事？那是耶稣的事啊，对不对？你就做你该做的，不是你在变魔术，不是你都会。如果会停留在这边，你就不敢，或者一次两次你就不敢。如果你相信说耶稣有这样的权柄，你奉他的名，你只是一个管道，你不是那位主啦。所以兄弟姊妹，你甲操练看卖，耶稣我奉你名，你若感觉伫这个人的心就不好的、不好的，你就奉耶稣名捆绑这些不属神的态度或者什么样，离开他身上。但是赶除之后，你要祝福他，让神的恩典、神的属性在他的身上。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明白耶稣的心意，就是将这些的权柄交给你，你就使用。医不医治，能不能祝不祝福，那是神的事哦。所以你就做你该做的哦。所以我们要明白耶稣的心意，就是你就是去做就对了。你要成为一个施恩的管道，但是我们要成为一个施恩的管道，要有什么？跟我们的身份相称啊！你做一个基督徒，你要挖出来嘛，不是要口说这些的话，但是行出来却不是这样。所以，当你明白耶稣的心意，给你权柄做什么？我问大家耶稣给你权柄要做什么？传福音嘛。福音从哪里来？福音从你彰显神的全能的时候，他看见了，我体验到了，我从你的祷告服事认识到这位神真的呢，耶稣有够高。所以弟兄姐妹，明白他的心意是要万人得救，不愿意有一人沉沦。
所以把握住有生的生命哦，多做主工了。哦，每一次我们去参加那个告别礼拜、告别式啊，今天下午去参加文杰他爸爸的告别式，今天用不一样的方式啊。哦，虽然一贯的，但是今天用一挂基督教要一些思念的方式，我觉得总比那些三鞠躬还好了。就坐在那边听他们分享，这样也唱了最珍贵的角落啊，至少有一些诗歌或者是一些可能流行歌这样但是我们就看到说，人的心真的很需要耶稣。如果没有需要耶稣他们不知道他们前面人生的方向，他们未来要何去何从。第二个，我们看到刚才神已经耶稣已经给他们有这样的权柄。我站在那大使命山不止一次了，每一次站在那边的时候，然后往下看。虽然没有看到人，但是怎样？他意思就是耶稣要让我们看到你周遭的这些人，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啊！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是什么意思？不分人种，不分阶级，不分阶层啊！今天我们把人带进教会，可能有不一样的人，从恩友，对不对？还有呢，社区的。还有松大的，我们不要把它分阶级啊，人就是人。如果今天耶稣化身在那个恩友的身上，化身在这些社区的可能一个年长者的身上，当审判来临的时候，有啊，我有去跟你见面啊，但是你轻视我啊，你觉得我比较没有水准呢？我们会被算账，你知道吗？这些故事我们都听很多，对不对？我希望我们的教会是，不管什么样的人来，我们都能看重。可能其中耶稣化身也不一定所以他说我们要去使万民各种人，男女老少。这些都是耶稣要我们做的，所以教会如果要分阶级的话，神就没有同在，就是在用人的方式思考了。神不看我们卑微，神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接纳我们了。你知道我们是谁？我们高尚吗？好了，高尚一点，高尚的罪人，你知道吗？一样啊，所以每一次我们都在反省，可不可以反省一下？我们今天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是为了谁？为了神的荣耀。如果今天神透过你做了一个很让人感动的，因此他进入到教会，那就对了。所以我们要活出神的心意，我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嘛。所以这个神圣的权威，为了就是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让他同得福音的好处。这是耶稣复活之后胜过黑暗权势了，他已经把这样的权柄交给我们。我们不要说这个人很难很难，不可能性啊说。那你就拦阻神的功。既然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在耶稣的身上，那就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嘛。说你做你该做的，其他的神的圣灵感动他做。所以我们做的就是你要去啊，不是等人来啊，去接触一个两个也好。所以弟兄姐妹，可能牧师在这边大概在3个月嘛，可以讲的我就讲，从圣经里面再次提醒我们，传福音吧，不要白占土地，让你的生命真的活出耶稣的生命了，活出主耶稣的心意了。
我很喜欢传福音哦，认识人我都知道。未信的，好来，我就跟他开始建立关系。神今天也透过你可以接触好多的人，不一定一下子传福音，但是跟他接触，建立好的关系哦。所以得时不得时，总要怎样救一些人，这是耶稣的心意。那我们有没有活出来？今天不是只有见证，哎呀，我对病挺好啊，我安怎？而是当你见证说，哎呀，我今天要带了一个人信主，我今天要跟人家传福音了，那才是神要的哦。当你这样做的时候，最后说什么？我就与你们同在哦，直到世界的末日，直到世界的末了。不管他用什么样的翻译，这些都是。我们看到大使命其实就基督教很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价值，所以传福音，然后呢，教育、教导、装备他，让他更亲近上帝，更帮助他认识到福音的真理，真理才会可以使他得着自由。所以盼望我们能够回应耶稣的心意，跟随他的心意走。得时不得时，好吗？得时不得时，总要传福音，分享福音。福音有时候不是用说的，人家会看到你生命的表现。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谢谢你，让我们真的可能很熟悉的经文，但是我们又忽略了大使命的真义。那个大使命真正意义，就是要帮助阮真正行出来、活出来，不是干那伫嘴讲讲的，伫头壳想想的，真的是要从我们生命当中彰显出上帝你的荣美。你拣选我们，好像君尊的祭司，就是要让我们站在人跟上帝的中间。成为那个管道，成为那个祝福的管道，成为那个医治的管道，成为那个可能使人得着供应的管道。愿你赐福，让我们今天所见证都将一切荣耀归给你，也让我们更多的经历，因为信的人有神迹奇事要随着他们。我们要再宣告一次，信的人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时间交给侯曼。哇，感谢主！第一次当区长哦，经验如果不是很多哈，但是很开心能够站在这边能够来见证那个主的爱跟主的恩典。我当小组长哈，就是从当小组长到现在当区长，我发觉就是说我服事越多，可是我的就是我的恩典越多。就像我在学体适能里面，他们就是里面也有告知我们，就是当你学习越多，其实你赚的越多。那像我们就是在服事体适能当中，我们从里面去服事当中，其实我们赚到更多的健康，并不是说你花那么多时间，然后你什么都没有赚到，但是你还可以赚到更多的人际关系，就是你认识更多的朋友。那认识更多的朋友，也让我们能够传扬福音的机会更大。所以我相信，如果每个人只要你愿意，其实都可以发挥你自己一点点的时间来。一起来服侍然后一起来见证主的爱。那这是我就是服侍当中我自己体认的，然后我顺便在这边分享给大家。我也希望说大家都能够只要花你一点点的时间，其实你传扬福音的那个机会就更多。那你能够为主见证的时间也会更多。好，感谢主。那我们第一个我们要请那个慧娟姐
来见证。那慧娟姐，我觉得她的肢体语言很丰富啊，平常在小组她也很愿意分享。那我们今天请她来，第一个来分享她的见证。奖品哦，看我奖品哦，感谢主吼，我也真正感谢，因为牧师三个牧师，因拢足用心的，个人的运势拢无共款，所以因会当伫对外，因教会就是开放的，所以我亲身体会到。家人教就是开放的，所以我毋了迄个机会会当来遮做志工，无我哪有机会？所以伫这个所在，我就当学习真济，因为感觉足温暖的。我听到安尼拄则牧师咧讲的时，我心嘛足艰苦，因为我是感觉咱是一个大家庭。当然用人来做是无法度，但是用上帝的听。拢陪伴的。好，即摆我要表演哦。来，要有奖品哦。不是。猜应该说请他们猜一句那个圣经的意思。几个字你提醒一下。4个字还是这样？4个字。那个腓立比书第几章啊？我有下。注意哦，腓立比书哈，来，这来，腓立比书第3章13节到14节。你看，我有一个安尼好奖品我的名啦。你提醒一个字好了啦。背后努力向着标杆直跑。那现在要怎么发来，慧娟姐？我几行啦我老师我书先讲。就那6个字，这老文间那6个字。好了，给你自己发吧。你可是我不知道你要怎么发。安尼吼，你看哪一个哈？因为牧师先给。区长区，那个这个有点差。3章13节到14节啦，但是甲当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这个爱记啊，这个无记，我是要安怎？感谢主。下一题。过来哦。下一题。主角，牧师有讲，在地上。我每次让我这边讲，在地上捆绑的，在相公捆绑，相公捆绑，都得讲。好来给他。好像没有听到那个。好在天上也捆绑嘛，对不对？这很简单哦。所以我们在地上要原谅别人，在天上神也会原谅你，就是饶恕人，就是在地上要饶恕人，在天上也要饶恕人。好 ，OK， 就这样子哈。所以感谢主。伫我妈妈生我的时阵，我就感觉伊就甲我祝福。诗篇，来最华，诗篇22篇第8节到第9节讲啥？诗篇，起一个哦，他在我的。他在我的腹中就这样的保守我，然后生出来的时候就是这样，由耶和华来保护这个小孩子。我当然是较简单啦，较讲白话字啦，但是是诗篇22篇第8节嘛，第9节跟第10节。我最喜欢追这个经文。
因为我能体会到哈，就是母亲这样子已经给我祝福了。我今天才在医院里面长大，也送到医院。这个一切的事情，当然有酸甜苦辣，连家里的人，我爸爸也说，如果不要生你的话，我这个太太也不会离开啊。你看他，你看我就知道，我妈妈多漂亮啊，对不对？感谢主，也难怪我爸爸那么爱她。但是呢，我也没办法。可是我说，那我生出来就是不对的啊。但是就在那个家庭里面，后来我就一出来，就是离开那个医院的时候，我又到教会去，但是我很自卑，我真的很自卑。我觉得说我不得人眼呐，人家看着好像我做了什么坏事，但是我就偷偷跟他讲，我是在那个医院呢，但是我觉得很快乐。好 ，OK， 我们就说到这里。但是感谢主，所以有一首歌特别我最感动的。现在我们请他来换这首歌，就是那个周玉峰他这个就是你女儿过世的时候，然后他就很灰心，走不出来。然后这一首歌我也很喜欢，我这几天都一直唱，一直感动。来，我们分享给大家来听这首歌，来，预备，开始。不要像天上长晴朗，又是雨暴风巨浪。虽然前路崎岖不平，有我主与我同行，我要永远赞美我的主，永久住居在我心房。悲伤，主用伸手扶持我，纵然黑云遮盖前路，我只用欢乐歌唱。我永远赞美我的主，永久居住在我心房。可以停止了哈，感谢主，因为我唱到这首歌，我真的很感动，我真的很喜欢。主永活在我的心。当我还没来到这边以前，我就可能是有点怄气，有受伤，这都是成为过去。因为有时候我觉得早上起来的时候，看到那个太阳出来，哎呦，那个黑云又遮盖，我就觉得说，你看，想要挺身而出，结果，哎呀，你不得人眼呐，不要啦，你没办法啦，怎么样？就是用这些话来给你攻击，这就是一个黑云遮盖，让我们没办法走下去。但是那时候我就有点灰心，我就安息日的时候，就是那个。礼拜天我就去上班，因为我觉得刚好我对面他有欠人，我就去主机诊上班。上了我都很顺利，我就很感谢，我也是要那个生活费嘛。因为刚好是暑期那个什么假日的时候，生意特别好，我那时候很活跃，我觉得很高兴，而且也可以跟他们这样子在一起工作的时候，就觉得很快乐。我说我真的很有能力。当然有一天，我那2天都很顺利，忽然间晚上，星期日，整个都很不顺，连那个什么那个整个身体都好像怪怪的，好像要休克了。我想说那个医院。那圣保就在我旁边嘛，我一直想要去急诊室，可是想一想，祷告，你就祷告，
他说祷告的当中还是这样痛，一整夜也没办法休息。我说奇怪啊，平常就是很顺利，怎么会这样子呢？后来隔天我就已经，因为我知道我那时候在圣保路上班的时候，那个护士就是用，如果身上如果有不顺的话，就是用那个热敷，我就一直热敷，一直热敷，然后刚好我就开这个我们那个手机都有那个诗歌嘛，你看这是很好用啊，对不对？你如果碰到这个时候，你虽然祷告不出来，但是你可以听音乐，就是神在带领你，帮助你，真的很顺，一切都感谢什么？就是神来保守啊！我就觉得教会有这个机会，慧娟啊，那个医疗的你要不要来？我说好我现在有这个机会，我一定要参加。我就从这方面就慢慢的学习，所以我就很积极，我不会再退缩了，因为有这个机会。神啊，你再给我一个机会，头一次的就是神啊，你就再给我一个机会，我就继续的一直到现在。然后真的感谢我们这个小组长这样的常常鼓励我，好谢谢啊，就这样子感谢神啊，谢谢慧娟姐她真的是一个很热心肠的一个人，而且也很乐观，很爱笑，所以常常跟她在一起，你会觉得好像时常会大笑。因为我自己也很喜欢笑，所以我们就一起笑，所以这样人生也过得很快乐。好，我们第二个，我们请那个智慧姐，她来为我们做见证。她的名字就像她的智慧一样，很有智慧的一个姐妹。好，来，我帮你按上去。OK， 我来甘南教会头一遍徛台顶，我来教会40年，我72年来的，然后我今天要见证的就是有关我的身体。我在民国105年的时候，4月8号，我被一根鱼刺梗到了，很痛很痛，但是呢，已经快6点，就是人家要关门了，所以我必须要赶到6点的时候赶快去找医生。啊，我就用跑的，跑到那个诊所5分钟而已。啊，我发现，哎呦，怎么铁门一直关下来了？我心都冷了，我就回来。想不到我回来的途中，我眼前一直漆黑，一直漆黑，我不能在半路上倒下来。我祷告上帝让我回到我的社区，结果我回到社区的时候，我已经都没看到路了，而且我后面的肩膀，2个肩膀一直缩小，一直缩小，一直缩小，一直缩小。那个时候是非常的痛，它开始在缩紧的时候，非常的痛，非常的痛，痛到我坐下来，人家问我智慧你怎么样，我都不晓得，但是我稍微有听到声音，我都答不出来。那我想我要赶快去急诊，但是我身上因为我的习惯，那个医生也认识，我就只有带健保卡和钥匙，我没有钱。那我就请我旁边的一个谢姐说：“谢姐，我给你钥匙。”那个时候我比较醒了。我为什么？因为我你们大概都没有这种经验，心脏病。我第一次也不晓得那是心脏，就是说到好像被2个肩膀要并在一起了，那个痛比我生小孩还痛。然后我只有求主，在心里面，主啊救我，主啊救我，我一直呼喊主啊救我。然后呢，真的神迹出现了，我快并合的那一刹那，耶稣真的到我身边，
我慢慢的张开，慢慢的张开，慢慢的张开，一直到我可以醒过来，我可以跟谢姐说：“谢姐，我给你钥匙，你在我，因为我不能走路，我全身无力又痛，你到我房间，到我的屋子，我的钱就是我拿的这个背包，你只要找到我的背包，我放在哪里，你帮我拿出来，里面有钱，我要赶快去医院。”他进去找不到，我等了大概有10几分钟，他又回来，我找不到。结果那个时候真的耶稣在我身上，好，我就慢慢的走，慢慢的走回家，然后呢，来到我们柜台，请他帮我叫计程车，马上到医院。这个时候才发现我是心脏病，而且呢。这个是第一次，好像是又晕，然后又痛的，真的没办法形容。然后呢，那是105年的4月8号第一次发生。这个一次呢，后来我又给维轩那个耳鼻喉科看，他看了以后，他有一个很好的那个照镜子，可以看到我整个喉咙到不能照的地方，完全没有看到一次，但是明明就很痛，所以我就那个时候就开那个维轩医师就说：“智慧阿姨，我跟你说。”真的没有，我说真的有，我一吞口水一吞就会痛。他说那我也找不到，也没办法，大医院也没办法，这个机器他很清楚的。然后他就说你就跟他共存，共存。那我就祷告，哎，主耶稣啊，要他一定要共存，这么痛我怎么可以共存呢？你要让他，让我共存的话，你就让他就是藏在里面了，不再出现了。所以我就用我的徒手方法，就一直在这个鱼刺的地方一直往里面压到里面。到现在已经7年了，对不对？从来不觉得痛，因为我祷告，主耶稣，你如果要让我的鱼刺消失，你就让我随时消失，因为你等到一次的话，你双手举起来咳嗽，它一次会出来，但是我都没有用，对我都没有起不了作用。后来我就常常晕倒，你看我白头发下面有很多的那个疤，就是我晕倒的时候。因为我房间有桌子，可能我晕倒，我不晓得，都是这样，会碰到桌子，然后倒下去，倒下去我都不晓得，我完全不晓得。但是耶稣常伴我在左右，又让我苏醒。有一次很严重，就是我晕倒。刚好我们有一个衣架下面是不是有一个圆圈？我刚好我的头是打到那个圆圈，然后我全身痛到什么情形呢？我的人变成什么？一只瞎子，就是变成一个圆形的，快圆形的，只剩一点点啊！怎么办呢？我也晕倒了，不晓得晕倒多久因为我是独居老人，我平常很勇敢很勇敢面对我的痛苦。那一次是比较痛苦，所以我讲出来。怎么办？我的手我的脚全部好像有1、2万只的那个所有的筋都给我缩紧了，所以我变成一只虾，很小很小，整个人就弯曲的。那我也是求告主，耶稣救我，耶稣救我，我只能够在心里面喊耶稣救我。然后我就从我的脚开始，一只脚趾头，一只一只这样，慢慢耶稣帮我一只一只搬开来，后来。耶稣，你好像就救我，我还是不能站起来。后来，小腿从下面
耶稣一直叫我救我从下面这样一直到我可以躺得比较直一点，不会像这样躺得比较直。那我就后来我就慢慢的苏醒过来。又有一次晕倒，这个是最主要的一次，是半夜3点，我都会看时间，我什么时候起来厕所。3点我起来夜尿，然后呢，夜尿完了，我就走路好像有一点晕哈，然后完了以后我又回房间，我也是晕倒，我知道我晕倒了。然后我也不晓得我怎么爬到床上去的。当我醒来的时候，已经7点了。这个当中我都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我摸我的头，大概有一个鸡蛋大，那么鼓的那么大。当我晕倒，然后在床上的时候，我说这边好痛好痛，有一个鸡蛋大，很奇妙。早上起来的时候消失了。那个时候是7点。我打电话给我儿子，说妈妈好像不大舒服。我儿子说我马上来，大概10分钟之内他就到了。他打开门，因为我只有关那个外面的门，其他他有我全部的钥匙。他进来，他说妈妈，地上怎么有血？我说我不知道呢。他说你看看，我那个时候我稍微可以起来了。虽然很晕，我还是起来。哎呦，真的有血呢！我起来，妈妈，枕头也是血呢。我才知道我是那么严重，所以呢，马上上医院。经过那个秀珠姐妹，她给我介绍有一个罗医师，就给她看。当然，这当中我有好几次都是送急诊啦，我自己去送急诊，然后每次我都叫主啊救我，主啊救我。有时候一躺就是在医院，就是一躺在急诊室上1天1夜这样，没有给我送到病房，因为他们要观察。后来这一次呢，妈妈枕头也是血呢，我说怎么会呢？我转头看。真的枕头也是血，所以我白头发下面真的很多疤痕，然后呢，去的时候医生给我介绍到台大，他说这样不行，一定那个是9月28号，也是105年，经过4、5、6、7、8、9 5个月，这5个月我常常是晕倒的，然后小晕倒我没有跟儿子讲，我怕他担心。然后严重的时候我都会跟，所以他有好几次跟我去急诊。最后这一次呢，医生说不可以了，不可以再这样晕了，所以就给我转到台大他的学长，他的学长就叫做林亮宇，心脏科医生，他马上。到台大的时候，他们都已经给我安排床位了，也给我安排要心脏的这个治疗。后来呢，才发现经过一切的这个诊断啊、断层扫描了，还有什么核磁共振啊什么，那个我都很怕，我全身都发冷。我进到那个推进去以后，全身都发冷的。后来9月28号，我9月27进去，9月28有休息1天，因为他们我要在台大又要检查一些关于胸脏的东西，然后9月29就马上开刀了，开刀以后就是医生跟我解释，我们人本来都有3条大动脉，有的人装支架，那我多了一条，他医生说每个人都有，只是他没有发育而已，我有发育，我50岁到60岁的时候，每2年我就健康检查1次，都很好，但是这
50岁到60岁，我每年2次是5次，有2次医生都说你一定要烧掉1支。我说烧掉1支是什么意思啊？我回来跟我先生商量，我先生说不要啦，活得好好的，万一烧掉怎么把心脏弄坏掉？结果医生最后一次，我60岁那一年，那个医生跟我说，你如果不烧掉1支的话，你到年老的时候会造成你生活上的困扰。结果我真的到74岁的时候，我的心脏就开始发生问题，我常常晕倒，你们都想象不到我晕倒那个情形，真的非常可怜。而且我还是来教会，来教会的时候，有一个人跟我打招呼，他不叫我的名字，就从我后面给我抖啊！你看我一抖，因为我有心律不整和心悸，我本来不晓得，是开刀医生跟我讲的，说你有心律不整和那个心悸。啊，我常常跟他说，你以后叫我或者到前面让我看，不要从我的后面一动，我就要赶快坐下来，在1楼那边赶快闭着眼睛，赶快深呼吸吐气，让我心里平静。从那一次以后。开刀，到现在已经经过105年开刀嘛，到现在已经112年了。我心律不整和心悸虽然有时候发生，但是我觉得耶稣真的在我的身边呢，因为我常常在我煮饭的时候也唱诗歌，我走路的时候也唱诗歌，坐公车的时候我也祷告也唱诗歌，我很喜欢唱诗歌，然后我真的为了我的心脏，我真的有神的与我同在，所以呢，我必须要来这边，也受到我们组长的鼓励，说志伟你来做个见证。其实我的见证还有很多，心脏是我们的生命嘛，心脏死了就没了。我真的感谢那一次要合的时候，我真的痛得要命。你看耶稣会把我搬开来，然后有血的时候让我昏睡4个小时，我儿子来救我到台大开刀，这样一切到现在都很顺利。我按时吃药，吃3种药，所以我真的很感谢。我不来做见证，我真的有愧上帝，所以我今天的见证就只有1项，以后有机会的话，我再见证别的。祝大家平安，谢谢智慧姐给我们的见证呢，真的感觉就是上帝都常常与她同在，虽然遇到各种病痛哦，但是神还是让她能够健康到现在，跟我们还是常来小组跟我们一起分享，真的感谢主。好，我们第3个请那个辉翠姐哈，辉翠姐也是很多见证的一个姐妹，好，我们一起来听她的见证。感谢大家在这个时候听我的见证，如果听过的话，请耐心再听一次。我1988年的时候，我得了类风湿关节炎，然后前后住了4个月的医院，实在是苦不堪言，要请人家帮我洗澡、喂饭、包尿布，对我来讲，洗澡脱衣服我都没有这个本能，那自己会觉得说不要有明天，天天祷告，天天跟神 argue。我的意思也就是说，我这么努力祷告，你有没有在听我祷告？我用上海话也跟他讲了，用台湾话、国语通通跟他沟通了，不会进步就是不会进步。然后我好好跟神说，你要用我的话，请你医治我；你不要用的话，请把我收回去。我们人都要回去的一天。但是他也没有给我应声。那
耳朵旁边有人是说台北有一家那个国泰医院的那个医生很好，你可以去让他看一看吗？我的答案是 no。我在高雄，我都不知道要请谁来照顾我。那我跑到台北，我更不认识地方，也更不认识是谁可以来帮助我。我的问号太大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又有人就说：“哎，那个台北那个高德亨医生非常好。”就是有一点软化。那台北哪里我也不知道。相形之下，人家就说你就坐车到台北去这样子看。那这个医生的意思是说，你要住院，我好好给你看一看你的那个 ESR 疼痛到什么个程度。最后他给我的答案是说，你一定要吃那个药，很贵。那个药里面有金的粉，我这样吃了6、7年，渐渐的好转。我的脖子也可以动了，我的那个膝盖也可以动了，手指也。所以那个时候的那个重大疾病卡，5年换一次，我已经换了第2张，后来就不用了，是电脑一打开来就是重大疾病卡。那感谢主，我这样子从1988年到现在，多活了30多年，也没有轮椅了，也不用拐杖了。我们家那些什么低周波什么波的，通通再见了。所以一直很感谢主。那也没有想到神的安排，我可以去美国移民。2001年去的时候，我满5年我可以考公民。我的女儿就跟我说：“妈妈，你今年一定要回来，我要订婚了。”我说：“不行，我要考公民。”他说：“你暑假回来，我订婚，然后年底的时候我要结婚。”我说：“不可能，我女婿看都没有看过，我100个不可能。”他说：“你一定要回来。”我说：“不行，我要考公民。”我们2个就是拉锯战，因为我只生1个女儿，我不能够随便就送给人家。我自己的婚姻走得很颠簸。也是靠祷告。那感谢主，他们的婚姻没有吵架，也没有 argue， 所以在订婚的时候，我的脸没有笑容。对我来讲是说，人家是喜事，但是对我来讲说，气了了。啊，养了这么大就没了。我是很哀伤的，然后回来再办那个结婚的时候，我在调时差，当然大家都是说办喜事，我也笑不出来，啊，也是只有靠主听到我的祷告是说给他们很幸福，结果到现在为止，我这个女婿，我这个女儿，他们从来没吵架过，很难得这个。所以一直感恩在心里面，是说很好。我女儿也是在教会有服侍司琴啊，是什么的，那很虔诚的一个基督徒，所以她的榜样让我是觉得是说神真的爱我们这个家庭。那我在那个复健中的时候，我学了中国结。我没有想到我还上报，那就是说很认真的学了很多很难的，我都学会了。那我自己也是说我可以为主工作的话，我就是做了很多的那个中国结，教会有需要的话，我也是奉献这样子。那什么都是觉得是说神给我的恩典太多了，这样子感谢，谢谢。谢谢慧翠姐哦，真的，上帝真的感觉就是带她从死里复活啊，然后能够就是现在还是健康的跟我们在一起，在小组聚会，然后有时候我跟她一起走路，我都觉得她走路还比我快，所以我觉得真的神真的是真的是
神的爱真的是无比的大哈，带领他能够健康到现在。好，我们第4个，我们要请那个嘉玲小组长来代替那个慈雅来见证。我是各位长子、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是第6组的小组长，因为慈雅下班以后就回家陪伴爸爸，所以我来帮他读他的见证。牧师、各位长子、各位现场及线上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是立志长老的女儿慈雅，不好意思无法亲自到现场做见证。麻烦小组长嘉玲执事帮忙读出我们家的感恩。8月下旬，阿爸再次因全身无力跌坐在家里，直到我从台北下班回家才发现，不知倒在地上或床上几个小时了。这已经是第4或第5次这样。等我回到家才叫救护车送医。以往在急诊室吊1碗点滴，隔天就可以回家自行活动。而这次在医院住了10多天，阿爸平常还能自主活动，但3不5时就全身瘫软，站不起来也坐不起来。所以这一次彻底检查到底是什么原因？检查结果是免疫细胞过度增生，攻击自体神经系统及肾脏，不是单一原因或开刀就能解决。目前能做的就是持续追踪观察。希望过度增生的免疫细胞不要变成坏的细胞。平常起居则请看护照顾，也请看护协助复健，避免跌倒受伤。在父亲住院的期间，我蜡烛2头烧，每天从台北下班再赶去医院陪床，向看护及护理师询问今天的情况。身体虽然疲累，心里却不惊慌。因为我知道有主与我们同在，他稳定了我的心，也让上司、同事理解、体谅我常常请假的处境。一直以来，特别是在住院期间，教会的牧者、长老、小组长、弟兄姐妹都持续的探望、关心与代祷。阿爸在这次住院期间，曾经一度动摇，觉得自己认真读经、服事，为何还会遭遇这许多的事？先是失去挚爱相守40多年的妻子，身体又突然的衰老。但感谢教会弟兄姐妹的陪伴开导，让阿爸持续仰望神，全然交托。上帝不是让阿爸永远少年勇壮，而是在一次次身体软弱时，没有因跌倒而受伤。是在他心里软弱时，坚固他的信心，经历上帝的奇妙恩典。感谢主，在这次措手不及的住院，阿爸我和弟弟的关系更紧密，更互相扶持。弟兄姐妹提供许多看护及医疗方面的资讯，也因此顺利地找到合适的医院看护及出院以后的居家看护。把阿爸照料得很好，让我们姐弟能放心返回职场，也让我们明白，专业的照顾者确实能为病人带来更好的照顾。彼此自己胡乱摸索，常会因为感到不耐烦而对阿爸大呼小叫，伤了阿爸的身体和心灵，也伤害了父女的关系。感谢主，也借此机会感谢教会牧长、各位兄姐，在我家需要帮助时，有源源不断的支援、陪伴及安慰。我也更加了解，主不要我们只是闭门闷头读经，也不是只在教会盲目的服侍。神要我们见证他奇妙的恩典，让更多人听见福音，一起悔改归向神。也求主帮助我坚定的信靠主，谦卑顺服。我愿成为合神心意的器皿。哈利路亚！上帝的恩典数算不尽，将荣耀归给大事小事都看顾的主。以上是慈雅的见证。谢谢嘉玲小组长帮那个慈雅做的见证，感谢主哦。虽然立志长老立志那么多次的那个
病痛，但是神依然带领他一路走来哈，都有神的眷顾，感谢主。好，来为教会的事工来代祷。我们一起来念：上帝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能，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我们为教会来祷告，同心来寻求上主的心意跟带领。10月和会选举长职核心同工小组的关怀牧养与栽培领袖，爱幸福的讲座、鼓舞桌球班，还有牧区关怀活动，教会还有社区邻舍的合宜关系，然后为弟兄姐妹的灵命跟信心，还有为教会有宣教的热忱，来大家一起来祷告。好，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在寻求上主的心意来带领我们的教会。在10月份，我们求主你让我们真的能够选举出来适合的长子，还有核心同工，成为教会的帮助，也成为教会能够向前走的一个动力。也求主让我们的小组的关怀牧养，还有栽培领袖，都有主你的带领，让我们真的能够让更多的领袖能够培养出来，成为教会往前走，成为福音的管道，能够带领教会更往前，更加的往前。也求主让爱幸福讲座，还有鼓舞班、桌球班、牧区关怀活动，所有一切的事工，求主你让更多的人来参与，让我们的教会能够真的走在神你的心意，让我们都有更多的人来参与，也为教会还有社区邻舍的合宜关系，求主你让我们都能够走在神你的心意当中，求主你让我们弟兄姐妹都能够用圣经来。谢谢你恩典在我们的当中，谢谢耶稣。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弟兄姐妹都能够成为一个喜欢读经的一个教会，让我们弟兄姐妹的灵命都更加的成长，也求主你来充足我们的每一个家庭，都能够充满主你的爱，让我们的同工还有每一个人的服事都能够越加的甘甜，也求主你能够让更多的领袖都能够出来一起服事，也不管是领袖也好，或者是我们弟兄姐妹，只要有愿意的心，都可以感动他们一起来参与教会的事工，也能够成为邻舍的一个帮助，能够传扬福音，来见证主你的爱的一个教会，也求主你让我们的教会真的是走在神你的心意，让更多人有基督的爱，使我们的牧者还有长子都有和睦的关系，能够都有合一的关系，能够走在神你的心意当中，让我们真的是能够见证主你的爱的一个教会。求主你让我们所有的事工的推展都有主你真的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真的发挥他们自己的恩典恩赐，让我们的教会能够活起来。求主你能够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一起起立，用诗歌来回应。我们需要更多的祷告来领受神的同在。一祷告播下救恩的种子，一泪水浇灌心灵的深处，神的灵使软弱的心变得刚强，我的信心建立在耶稣这磐石上，祷告的力量世界可以证明，改变的大能在耶稣基督里，献上心香
可以证明改变的道路，在耶稣基督里，献上心胸自己，直到到你宝座前，因你信实，你必垂听每个呼求，因你信实，你必垂听每个呼求。我们依然站立，我们为着我们弟兄姐妹身心灵的需要啊，我们为他们来代祷。我们一起用主的话一起来宣告说：你们中间若有人病了，他该请教会的长老们来为他祷告，奉主的名为他抹油，出于信心的祈祷必能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神给我们的恩赐就是叫我们能够成为施恩的管道。我们也为即将结婚的这一对新人，然后都是主的儿女，但是燕腾的家里也是没有信主的哦。那结婚礼拜的时候，他的阿公也会来哦。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结婚的礼拜，让他们知道说，这个信仰是说就是追溯到本源我们敬畏我们生命的源头也求主来赐福这一对的新人。我们特别为了这些年老体弱的，我们知道我们随着年纪的增长，身体也会衰弱，但是我们心灵与神更加亲近那特别是有许多的劳苦重担，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所以透过这一些的弟兄姐妹，我们为他们守望，为他们祷告，当然很快能够恢复身心灵的健壮恳求神来医治，特别是最近我们看银菊姐她的胃肿瘤破裂引发腹膜炎现在在医院那文道兄之前也来这个德福的时候就送急诊那有做一些的清创手术了那感谢主，我们特别为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在病痛，他们在医疗的过程当中，求神来帮助。特别我们也为了家有失丧者我们为了连文杰弟兄的父亲今天举行告别式，然后追思的感恩礼拜，感恩的这个聚会我们恳求神继续来安慰他们失去遗族这样的一个心情也为着丰盛长老他妈妈也蒙主恩召，也在礼拜一也举行告别礼拜我们在台南有参与在这样的服事也关心，特别也最近在医院受洗的江元芳姐妹在礼拜一蒙主恩召，我们恳求神来安慰，特别是安慰他的先生徐大哥，他失去那挚爱的哀伤特别看顾这个家庭愿神来赐福牧师带他们夫妇决志过，那元芳姐妹也在医院有这样的受洗我们知道她的灵魂回到天家，但是我们希望恳求神透过这样的一个安慰扶持这个家庭，我们恳求神来帮助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谢谢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恳求你真是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能够在面对这样的病痛，面对这些的软弱，面对这些的长期的治疗，主特别是面对灵魂亲人的失丧，愿你自己来安慰扶持，安慰他们失去他们的挚爱，他们的亲人，他们的家人的这样的哀痛。主，我们恳求你伸出你慈爱的双手来帮助他们，医治他们，也希望他们心身灵要得着自由。主，特别我们奉你名来祝福燕腾之语，他们要在10月要举行结婚礼拜，祝福这对新人。
让他们在基督里面享受神你的爱，丰富他们的家庭，也让他们彼此能够相爱，能够使双方的家族能够因着这对新人的结合来蒙受祝福。主，我们奉你名来祝福，让我们弟兄姐妹不断的经历神，你是他们的牧者，他们的带领者，他们的避难所，也是他们的医治者。愿你来施恩赐福。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因着你的慈爱、你的怜悯，让我们可以来到你圣的宝座面前。特别透过这样的祷告祈求感谢，你就将那出人意外的平安赏赐在弟兄姐妹的身上。主啊，特别我们知道这些劳苦重担、病痛，要试炼我们让我们操练我们的信心，更加来信靠你。主啊，没有什么可以拦阻我们对神的爱，你的爱就充满在我们当中，即使是死亡。主，透过这样的彼此的安慰我们弟兄姐妹的服侍，让这些哀伤者能够得着安慰。主，我们奉你名来祝福这对年轻人，要在神你的面前立约，建立蒙福的家庭。愿你来赐福，也透过这对新人他们的结合，来祝福双方的家族。愿你来赐福，垂听我们的祷告，也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身心灵健壮，灵魂体兴盛，也能够让我们彼此来激励，彼此来祝福，让我们一起经历神，你是那使人得救、使人得医治、使人得盼望、使人得供应的神。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一起来宣告透过这首诗歌，我们来宣告神的医治降临在我们的弟兄姐妹身上。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大埔长云彩当遮盖，夜间是火光照。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在高台之处使神有张口，我们要欢呼，是着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诉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命令狂风止息，那波浪就地形。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在开双手，我们就得保住。我们要欢呼，诉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诉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他的带领生命欢呼向前，他将列国的地赐给我们。他的带领生命欢呼向前，他将列国的地赐给我们。我们要欢呼，诉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诉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台长将荣耀归给这位施展大能的神。主，我们欢呼赞美你，因为你是施展大能的神，你是掌管万有的神，你是赐下属天福气的神。愿你赐福在我们当中，愿我们借着祷告祈求感谢，让我们经历到那使无变有的神，你这恩典慈爱降临在我们当中。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再一次拍掌，将荣耀归给他。
谢谢。来，我们彼此来祝福哦，神的平安与你同在。神的平安与你同在。